朋友大家好，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心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让大家共好了运动的有我们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。准备好吗？运动1000，我们先来做暖身操。对，两张手先放在我们的骨盆，好，然后你颈椎先往前点一步，好，胳膊走脚，很好，慢慢来走，好，这个暖身操呢，可以让你的身体慢慢的热起来，哈，好，再整脚，走脚，很好，过来，你很摆哈，后面。对，脚往后面伸，好，个狗寸好头前的哦，好，再整脚，个后摆，好，我们要准备往左右边咯，哈，后摆，好，来右边，很好，狗整片，好，在右边，好，慢慢的。把你的脚走在寸好长的哦，哈，嘿，再往旁边一点，好，过来，好，我们换前面，左边很好，前面，然后往后面哦 ，heel boy， 好，后面，整片来，好，整片，左边，对，很好，你有感觉在整片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左右边继续做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不然你的身体慢慢的练起来。等一下走运动的时候呢，你的肌肉的伸展度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们不会受伤哦，哈。来左右边，好，再继续。好，来原地踏步，慢慢的调整一下呼吸。好，来吸气，好，吐气。好，那。停下来，好，你准备了走下一个运动哈，然后两只脚，让我们跟我们的肩膀一样宽，好，然后手慢慢呢，举起来，让你的肩头平，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做的运动右上左下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手在上面，左手在下面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够平。对，很好。现在换左上右下来，吸气，吐气走熟，很好。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狗平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，吸，好，吐气，好。这时候慢慢的走，再让我们的身体往左边来，因为感觉你的身体走平整片稳，有点轻轻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再数扁平哎。OK， 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左上右下，嘿，然后慢慢的身体往右边来。好，记住肚时会出力咯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数平哎，很好。再来一次哦，吸气，吐气，往左边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身体已经变得好捏了，好，我们可以再往左边再伸展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数扁平哎。好，往左边哦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左手往上，右手往下。好，停留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平哎。好，再来一次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把手放下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右手上，左手往后背松。对，因为刚刚可是肚子出力咯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手放下来。好，来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吸气，好，吐气。你有感觉身体硬硬啊？你要准备来做运动咯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来走
预防5时间的运动哈。那这个预防5时间，我们除了要增加关节活动度，还有呢就是肌肉的力量而训练哈。所以靠来讲，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像这样的弹力带。好，这种弹力带 ，Moss 琼或者是像哑铃也可以哈。然后把弹力带呢，我们先绕在我们的腰上。好，我们这个动作呢，其实我们要做1、2、3，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的动作哈。怎么做呢？抬杠天人家来走哈。好，除了来增加关节的力量之外，其实要预防老年痴呆也很好，很有趣的一个动作哈。来，我们的那个弹力带，我们缠在我们的腰间哈。然后1，我们就整数往前，记得咯，这是1的动作。好，回来。2呢，往我们的枕片斜上面的地方，好，45度角的地方。2，好，在这边可以停留一下3秒钟，给我转来。3，我们往走数往前，对，走数出力。这时候整数摸出力，就90度弯在我们的腰间就好了哈。好，给我转来。4呢，好。往45度角的方向来，好，请能让我们的鼠鼻呢可以伸直。好，再回来。还记得1在哪里吗？你给我走一遍，好，1，好，给我转来。好，2，右上方，答对了。好，过来3，对，走数，寸出去。再回来，好4，对，往左上方45度角的体缝哈，再回来。好，这个动作只不过看了一讲哈，长辈呢也可以多做。那我们想想看，2在哪里？好，来我们来做2，很好，还记得，不错。3呢？走数往前，再回来。你给我走一遍哦，来1。鼠鼻要出力咯。好，2，动喉和鼠鼻出力，寸切。好，3，对，给我寸出来。好，4，对。好，这个运动来讲，平常怎么看呢？憨死都在走哈，然后可以训练我们肩条的肌肉。那再来的话呢，一样哈，我们的弹力带绕在肩膀。腰的地方哈，我们要做的动作是从因断攀呢有哈，然后你的鼠鼻往外打开90度，从安用音，对，好，吸口气，吐气，给我转来。好，假使有啲朋友来讲，哎呀，那打不开90度怎么办？没有关系哈，听等下来走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我们能打开多少就多少。好，假使你走得到90度，请吼，代表你的肩膀的活动度是很好的。好，假使没有办法，没有关系，那就100也可以哈。好，再回来。好，过来一遍哦，来吸气，吐气往旁边打开，90度。好，脚力咯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给我转来。你也往左边哈。好，来吸气。吐气向左边90度，重新断攀呢用哈。好，吸口气 ，OK， 吐气再回来。好，过了一遍左边哈，来吸气，吐气打开来，很好哦。好，在这边停留一下哦。好，过来，吸口气，吐气，给我转来，回到正中央的位置。你过来一遍哦，哈，来左边，来吸，吐，90度。好，再来吸口气，吐气，给我转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右边再做一次，来吸气。吐气往旁边，对，90度，很好，够力咯。你肩胛骨那个地方的肌肉出力咯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给我回来。
嘿，勾了一边哦，往左边吸。好，吐气往我们的肘胼打开，很好。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狗慢慢的回来。好，这个端盘子的动作呢，对一般的长辈来讲很简单哈。狗类我们要做的运动呢，是要训练我们上手背的肌肉哈。我们把弹力带呢，可以给它绕的好细，好短的哦哈。比如啊，我们的骨盘的地方，好，从我现在是走熟靠等弹力带，然后比如啊，你骨盘的地方哈，然后整熟赖弹力带。那要做什么动作呢？好，从古代那个武侠小说要拔剑的动作，有办法？嘿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哦，往我们的右上方拉开来。对，我出力咯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停留一下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有办？给我回来。对，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哦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对，我们宝剑要出鞘了哈，所以把手寸气，好，所以手背出力咯，在这边可以停留个3秒钟，好，1、2、3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再回来。很好哦，跟来走一遍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拔剑，对，打开，很好，停留3秒钟，1、2、3，好，吸口气，吐气，勾转来，好，有感觉你的手臂有点酸酸啊，我们要往走熟哈，一样，把右手。对，把我们的弹力带呢稍微给一下哈，比如啊，那个骨盘的地方哈，然后呢，那个走熟拉点我们的弹力带，好，稍微调整一下刚好的长度哈。假使你的力量很强的话，你就是把它卷得更短一点哈。那假使力量没按强没有关系，是要变好冲的了哈。好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来，对，拔出去。很好，出力咯！我手臂贵招都有出力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怎样？好，不用放松。对，很好。好，搞了一遍哦。好，吸，吐气，很好。来，停留个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慢慢的用办。再收回来。好，其实我们做这种动作的时候，你有感觉你的整熟其实没有用力，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弹力带怎样固定在我们的身体上哈。还有走运动的时候呢，而你的肚是一定要出力哈，把我们的身体保持在气掌的位置哈。你过来走一遍哦，来吸气，吐气拔剑，好，出力把它伸出去，很好。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慢慢的再收回来。好，狗走一遍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对，舒顺气，加油。好，我们停留个3秒钟，1、2、3。好，狗慢慢的回来。好，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肌肉更有力量了呢？今日运动到呀。希望大家會創下做運動，用你嘅手腳會更有力哦。